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。咁所以咧，今次我報道一啲嘅豪宅別墅嘅成交啦。其實有時成交方面咧，有啲係好平嘅，有啲叫好筍嘅。咁平嘅意思咧，就一啲嘅成交咧，佢嘅尺價、佢嘅成交價係好平。好似咧啱啱喺西貢竹洋路嘅柏靈頓花園一間單號屋啦，建築面積1840尺，實用面積1210尺，屬於3房套房功能房嘅設計嘅，有自己嘅車房啦、花園，咁啊望翻市中心有啲海景添。單位咧佢個賣點亦都近呢個香港國際學堂，咁所以咧佢有一定嘅捧場客啦。成交價係1624萬。都係屬於一個絕對嘅平價。咁但係一啲我哋叫做筍盤嘅成交呢，喺我嘅角度嚟講就叫做又平又超值啊！就係我今次嚟到身後面嘅立德台，上次咧同大家拍個短片俾大家欣賞過一個立德台嘅董事地段 A 段嘅商號屋，大單邊㗎，建築面積2000尺，實用面積1561尺，最後業主大劈價去到1780萬成交，創咗咧過去11、12年嘅新低價錢添。佢本身擁有一個嘅大花園啦，望到白沙灣嘅美海景，所以呢一個嘅成交嘅尺價嚟講咧，喺我嚟講就覺得係超筍啦。所以如果大家要揾呢啲超筍嘅單位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啦。同樣我今次咧都介紹幾間嘅筍盤俾大家啦。一間同樣係喺呢一個白沙灣區嘅白沙灣花園，一間單號大單邊嘅屋。咁佢嘅賣點咧，除咗喺白沙灣嘅地段之外咧，交通方便，屬於大單邊嘅位置，最主要就係獨立屋嘅設計添。咁啊，建築面積係2147尺啦，實用面積1690尺，有自己嘅車房同埋咧一個唔錯嘅花園啦。咁啊，景觀都好開揚㗎。而家叫價係2500萬啫。咁而另一間咧就位於一個著名嘅豪宅啦，都係白沙灣地段嘅津橋，一間單號屋叫做迎山大屋，建築面積1908尺，實用面積1232尺。咁而家嘅價錢咧係2100萬。咁屬於喺2000頭一個名牌嘅管理式嘅別墅啦。而津橋嚟講咧，佢除咗63間嘅別墅之外咧，擁有自己嘅會所、泳池、燒烤場，園林設計咧都非常之好，仲有佢著名嘅5重保安添。最後咧，我要介紹一間咧係位於柏靈頓花園嘅，而家目前最平㗎啦呢一間商號屋，建築面積1840尺，實用面積1212尺，3房套房功能房嘅設計啦。而家本身業主咧就賣叫價咧係1800萬，另外有4萬蚊租嘅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揾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啦。分別我哋有西沙路分行、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嘅清水灣澳龍分行。我哋區裏邊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噶啦。相信我哋嘅資深同事咧一定幫手大家咧揾到一啲心頭所好，租好售好，樣樣都歡迎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啊！好，拜拜。啲仔女都大晒啦，咁我都可以出返嚟做嘢啊！其實呢區我都好熟啊，我都應該得嘅。喺呢度做白紙呢都唔驚，會有人教你，仲唔使擔心自己一個人食 lunch 㗎。仲諗咩啊？我哋得，你都一定得。加入奇峰，展開異次人生。